中华县政府最近有一个第三类多元利用共同处理中心的计划，完成了后，是当来处理6万只猪的排泄物哦。目前是咧选地点，有2个可能的地点，拢伫中华溪湖的一个港街里哦。今仔当地里长甲民众就去县政府抗议，表示讲因绝对反对。 上百个民众举报条大声发抗议，批评县府西暗盘。中华是全国第3大饲猪仔的县市，县府争取着中央3亿7千万的经费，打算要伫东路溪一个公有地起猪肥的处理中心。当地西市里的里民10个来到县府抗议，表达反对。没有一个人，都没有人听到说这里要做人粪尿处理中心、猪粪处理中心，没有。 只有说要整治东螺溪。西湖镇西市人口数有3000多人，那这个设置下去的话，猪粪的处理一定会透过发酵，那发酵的话一定会产生臭味，因此我们拒绝这些臭味污染源的设置。里长表示，县府18举办选地点的定数作业，选的2大拢伫西市里，不过事先完全无通知甲说明。里长批评县府无注重当地3000个居民的意见，态度可头是看甲清清楚楚。按照县府临时请经济暨绿能发展处的处长出面接定情书，县府是强调规个方案目前搁当咧研议，也未定案。因为这个程序还是要完成嘛，哈，所以各位乡亲，您的意见哈，今天表达的意见，我们都会纳入我们的评估方案啊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还没定案。县府表示，溪湖镇有23个饲猪场，拢总有19153只猪仔。猪肥的处理中心会当处理大概6万只猪仔的排泄物，处理了的济袋，阁会当供应予附近的农民做氮肥。目前处理中心的地点还阁当咧审查，无排除会找其他适合的公有地。记者尤敏峰、王良涛，中华报道。